優座作為導賞團，又點可以唔介紹呢度呢？以前呢個位其實係間山頂嘅酒店，1938年因為火災而拆咗，變成咗巴士總站。直到1993年先至再重建，變成今日嘅樣——山頂廣場。行過2步，隔離嗰間山頂餐廳就更加有趣啦。本嚟係俾上山落山嘅轎夫唞下氣用嘅，去到1947年就變成咗露天茶座。依家仍然保留住殖民地當時嘅建築風格。對面嗰棟好似太空船嘅物體呢，就係凌霄閣。1997年翻新咗之後，就成為咗山頂纜車總站，亦係香港最有標誌性嘅地標之一。係時候落山啦，我係優座，路上見。